那我们在上课之前呢，就如同往常一样，我们先观修皈依和发心。那在观修，那我们就先观修皈依。那在观修皈依的时候呢，先观想我们的对面虚空有导师释迦世尊，那世尊的两旁呢有十世还有无着等八大水佛子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观想有几天佛子，还有像是龙树、无着等26庄严，或是17大班智达等印度的传承祖师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观想有宗喀巴大师等一切藏传的传承祖师，那乃至于像说是汉传的支那堪布，或者说呢写了就是解释解深密经大书的圆彻大师。那圆彻大师呢，他本身是韩国人，那不过呢，他是到中国就是跟着玄奘大师学习的。那他最主要呢，就是照了解深密经的这一部大书，这部解释。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观想有尊者，还有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那观想呢，他们都是真正的佛。那他们呢，如何能够成佛呢？那最主要呢，就是依着就是所谓的教戒，那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呢，依照的灭地或是道地，就是心虚中能够升起的灭地或是道地等等。那我们一般呢，在讲述灭地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就是提到说是自性法身。那自性法身呢，就是一般佛陀的法身分自性法身和智慧法身。那自性法身呢，又分为说像是自性清净的法身，还有课程清净的法身。那所以呢，以灭地来说的话呢，它本身呢就算是属于自性法身。那所谓的道地呢，就提到说就是所谓的道地，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道，就像是现证空性的智慧，或者说呢现证四谛16行相这些智慧呢，都可以称之为是道地。那心虚之中呢，具备灭地和道地功德的呢，那也就是生宝。所以呢，灭地和道地呢，就是我们的正皈依法宝。那生宝呢，就是我们皈依的助伴。那在了解了生宝之后呢，那无论我们发生任何的苦乐呢，都会不要忘记跟生宝祈白，或者说做祈请。而且我们皈依最主要的目的呢，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安乐，或说呢家人的安乐，那也不是为了自己来世的这些安乐，或者说来世呢能够获得解脱等等，而是为了一切有情呢来做皈依。那这样子的皈依呢，不仅仅是皈依，而且呢同时呢也是大乘发心呢所摄持的皈依。那在观修完皈依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观修发心。那为什么要观修发心呢？因为呢，我有提到说呢，世间所有的安乐呢，都来自于说我们去思维利他。那一切所有的痛苦呢，其实都是来自于想到自己的安乐。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呢，如果我们仅仅只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因为呢想到了自己，然后就觉得呢，我这么做呢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别人对我产生怎样的信心，然后呢别人会有对我有多恭敬，那别人呢会对我有多好。那当我们什么都只想着自己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的呢，那这些苦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伴随而生。但是如果呢，我们一开始呢就不是把自己呢放得很重要，然后呢觉得说，其实别人对我们的信心呢好像也没什么关系，那别人恭不恭敬我呢好像也没什么关系，那别人不管对我好不好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当我们内心能够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呢，那自然我们的心呢就不容易呢被这些外在的这些情绪呢所干扰。而且呢，往往呢，我们越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呢，那我们所要担心、害怕的事情呢，就会越来越多。那我们以尊者来说的话呢，那尊者他常常呢会说，就是全世界呢有60多亿、70亿人口，那我只是这其中的一人而已。所以呢，因为这种把自己想得很平凡一般的心的时候呢，你自然就不会太过度的去觉得说，那为什么没有人恭敬我，没有人对我产生信心，没有人对我好？因为你会觉得说自己很平凡，和大家一样的时候呢，那自然你就不会产生太多的烦恼。但是呢，往往呢，我们就是因为觉得说自己很了不起，那因为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呢，然后伴随呢而产生了种种的我慢，或者说嫉妒。那
或者说其他一些种种害怕、担心的这些负面的情绪。所以呢，以前的有些大德呢，也常常就说到呢，我们呢如果能够把自己看得跟一般人的时候呢，那这一些负面的情绪呢，它就比较不容易升得起来。那所以呢，从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由此呢去观想说，那如何的呢去升起发心？那升起发心呢，那第一个呢就是透由七因果的角度去思维。那透由七因果的角度去思维呢，我们就可以思维到说，今生的母亲呢，她对我们呢是如何的好。那从而呢去思维说，其他一切的友情呢，在过去是当我母亲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所以呢，为此呢，我要报答他们，要把他们安置于呢最安乐的果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透由自他换来做思维。那他换做思维的时候呢，就是思维到说，我和他人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呢，我祈求能够离苦得乐。那其他的友情呢，也是祈求离苦得乐。而且呢，我所有的苦乐呢，其实都是关待于他友情，关待于这一整个社会。那希望一切的友情呢，能够获得最好的、最就近安乐的话呢，那同样自己呢，也可以获得最就近的安乐。那要将一切的友情呢，安置于最殊胜的佛果位的话呢，那除了成佛之外呢，并没有其他的方式。所以由此呢，为了利益其友情呢，所以我要成就佛果位，然后由此呢而发起大圣心。那发起了菩提心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立下誓言，就祈愿呢，从今天开始乃至于未成佛之前呢，那我都尽我的能力呢，去利益一切友情，那也尽我的能力呢，不要去伤害一切的友情。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往往呢，就是虽然说呢，思维起说要去利益他人，但是往往因为呢，我们有可能是有时候呢，心力会提起来，那有时候呢，会因为懒惰的缘故呢，所以在对于利他这个部分呢，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那这个时候呢，最好的对治方式呢，就是去思维无常。然后特别呢是去思维死无定期这一点，因为我们一般知道说呢，就是我们在离世的时候呢，以一般次第来说，应该是年老者，比如说祖父母先走，然后父母亲，然后才到小孩，就是一般的次第呢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可以思维到说死无定期，就是什么时候呢会走，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呢，有很多人呢，就是他的祖父母还健在，比方说父母亲，可能祖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呢，那他年纪轻轻呢就已经先离世了。就像我们知道说，一般以次序来说呢，应该是年老的人呢，就是祖父辈呢，他们应该会先经历过病苦，然后呢才经历到食苦，那接下来才是父亲这一辈，然后接下来呢才到孩子的这一辈。但是往往呢，很多状况我们知道说，在世界上往往呢，就是很多呢是年轻人先离世。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说，去思维死无常，然后思维到死无定期这一点的时候呢，那它其实是可以策发我们去利益其他友情的。因为今天呢我还活着，那明天我是否还活着呢？那这个是不一定，很难说的。那今天既然我还活着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尽我今天的能力呢，我今天能够去利益友情的时候，我就尽量利益友情；我今天能不伤害友情的时候呢，我就尽量的不要去伤害友情。因为如果我们去思维到说，哦，从今天开始到成佛之间呢，那往往会觉得说，哦，这时间好像太长了，然后心力会退失，觉得说时间这么长呢，我没有办法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都去利益其他友情，不伤害其他的友情。那这个呢，是我们一般初修心者的一种相状，会觉得说好像呢时间太长，或是种种的因素呢，然后虽然说知道利他是很殊胜，但是往往心力呢会退失，或者说提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思维说，我现在还活着，既然我还活着呢，那我明天会不会走掉呢？这个是谁也不能够做保证的。那能够活着的一天呢，就尽我今天能力呢，去利益其他友情，而且并不要说，明天是否呢还活着。那乃至于说呢，我们如果生病，然后住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算我们很有心呢，想要去利益他人、帮助他人的时候呢，那最多呢就是给予其他人一些教诫之外呢，并没有办法能够真的升起一个能够利益其他友情行动的这种能力。所以呢，我们就要透有这样去思维，透有死无常的思维呢，或是死无定起来思维到说，既然今天我还做着，还具备这份能力的时候呢，那就尽我的能力，好好的去利益友情，然后把这一份心呢给提起来。那特别呢，就是以现在就是武汉肺炎来说呢，就是从这个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维反思的一个角度。因为呢，在5、6年前或是10、15年前呢，我们谁呢都不会去
想到说呢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疾病，然后呢在短短的时间呢就让数百万人生病，乃至于说数十万人的死亡。那我们顶多就会想到说呢，会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死伤的这种事件呢，那除了有人刻意发起战争之外呢，那除此之外是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在短时间之内呢数十万人死亡的这种事情。但是呢现今呢它就这样子发生了，所以呢我们心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心存着很多的侥幸，或者说不愿意去思维到说，会觉得说有一些事情它其实根本就是不可能会发生的，然后心里呢不会去这样子想，然后呢嘴巴也不会去谈论这些事情，会觉得说这些事情它是完全不可能会发生的。但是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它现在呢就是很直接呈现的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那对这样事情呢，给我们什么样的警告，或是给我们什么样的警惕呢？就是我们以往呢以为不会发生的事情，或是以往呢觉得不可能发生的这些事情呢，那现在呢它都慢慢的在发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就要自己有所警惕，就要去想要说，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呢，无论做任何的事情呢，都要小心，然后如此呢去警惕自己，因为有些事情呢，其实是我们想不到的，但是它发生的时候呢，可能很突然就发生，但是发生之后呢，我们可能连一点要解决的方式，或是如何的去解决，如何去面对呢，我们可能都还没有想到方法，那它就突然的发生。所以呢，这个是警惕我们，就是从今以后呢，我们无论做任何的事情呢，都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谨慎。所以呢，就如同于此，就是我们往往呢会觉得说呢，明天呢我是不可能会死的。我们大部分呢都是具备这样子的想法，会觉得说明天呢我一定是不会死的。所以由此呢去订立一下各种的这种计划，明天、后天乃至1个月、1年后呢，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呢，这种事情呢，就是无常什么时候会到来呢？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就如同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就像现在突然发生了肺炎这种事情呢，全球性肺炎这种事情呢，那这是我们以前呢也想象不到的。我们以前也不会想到说，突然呢就发生这样的肺炎，然后导致了生活或是各方面呢都产生这些痛苦或者说难过的事情。那所以透由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去反省到说，那是不是呢？我明天就一定是会活着呢？因为一般我们都不会想要说我明天会死嘛，一定会觉得说我明天一定是会活着，所以我要干嘛干嘛干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件事情就可以让我们产生一些反思，然后好好的去想说，那好好的去思维无常，好好的去念死无常，然后呢，我们由此来观修发心。那之前呢，我们主要呢是讲说第60页的第二大段开始，就是提到呢附带阐明，就是于略释视现前的建立之中。那我们就讲到呢，就是在视现前的建立里面呢，我们讲到说呢，就是略释呢有4种，那广说呢有7种，以及呢摄义呢有2种。那在略释的4种里面呢，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呢，就是依生的分别。那我上次是讲到说是意念，那应该不是意念，他说应该是指说依止或是依靠。就是第一个呢是依生的分别，依着声音，或者说我们依着就是符号等等的这种分别经。所以第一个呢提到说依生的分别，那第二个呢讲到说真义他义的分别，那第3个呢是提到具隐蔽义的分别。那还有呢，第4个呢是说无分别的视现前，就是说非分别心的这种视现前。那上次呢是讲到说略义有4种，那接下来呢就是广说有7。那广说有7呢，就如同我们课文里面所讲到的呢，就是在略释视现前的建立之中呢，讲到说如错乱世俗之比喻比度生意念及希求大意识现前之说。那这个呢主要是从极量论里面呢所讲述的，然后提到说呢有7种视现前，那7种里面的前6种呢是属于分别视现前，就比方说前6种呢是属于分别心，那最后一个呢是属于说无分别的视现前。那前面的6种呢就讲到说呢，第一个呢提到说错乱世俗之，所以第一个呢提到说错乱的视现前，那第二个呢提到说世俗的视现前，第3个呢提到说比度的视现前，第4个讲到说由比度所生的视现前，那第5个呢讲到说意念，
那意念呢，其实讲的都是提到说过去的意思，所以我们会讲到说意念过去的现前。那当然在寄诵里面是讲到说意念，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意念呢，它所讲的呢就提到说是我们给它多加2个，就是意念过去的现前。那同样呢，第6个提到说希求，那希求一般是讲说希求未来的东西，所以讲说希求未来的现前，希求未来的视现前。那前面这6种呢都是属于分别心的视现前。那最后一个呢，大意视现前呢提到说是无分别的视现前。那我们这堂课呢就一一来解释说这7种视现前呢，那它的事项或它的事例呢，我们该如何的去安放。那我们先来讲述第一个呢，第一个讲到说错乱的视现前。那错乱的视现前呢，我们一般呢在举例的时候呢，会说将阳焰呢直为水的分别，就是把阳焰呢是直为水的这种分别心。那一般阳焰我们所讲的呢，就是海市蜃楼。就比如说呢，在大沙漠的时候呢，在沙漠里面呢，那因为太阳很高的高温的缘故呢，所以会将沙漠就是会产生这种海市蜃楼，然后会把这个海市蜃楼呢，就是把它指为水，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在开车的时候呢，就看到柏油路之前好像前方有水的那一种显现，就是将阳焰呢指为水的这种分别呢，就是这里所讲到的错乱的现前，就是将阳焰呢，它虽然不是水，但是我们会觉得呢看起来好像是水，把阳焰指为水的这种分别呢，就是第一个错乱的视现前。那第2个视现前呢，讲到说世俗视现前。那什么叫做世俗视现前呢？那世俗视现前呢，就是比如说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大腹扁竹能装水的这个东西之后呢，然后现前这个是瓶子，就是直持瓶子的这种分别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世俗视现前。那第3个呢，就提到说呢，就是比度之，就是比度视现前呢。那什么叫做比度视现前呢？那比度视现前呢，就是说，一般我们在安立正因论事的时候呢，会提到说，就是有法，然后能力法，还有因等等。那这边呢，就是来讲到说呢，就是讲到说因的这成立正因论事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到说像是宗法，然后呢，还有像是正因，还有说像是反因等等。那就是正德，就是像是宗法，或者说呢正德正因周遍，或者说呢反周遍的这一种呢，这种正德因的这种，就是属于因值的分别呢。因是指正因论事的因，属于因值的这个分别呢，是属于这边所讲的呢比度的视现前。那第3个呢，就是透由比度所生的视现前。那透由比度所生的这个视现前呢，就比如说我们透过呢，就是声音有法，然后声音有法是无常，以是所作性故。那我们透由这个呢，能够证得呢生是无常的这个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呢，透由比度所生的视现前。那刚刚所讲的比度的视现前呢，就是我们能够证得就是正因论事里面的3项。那所谓的3项呢，就是提到说像是宗法、同品片还有异品片，就是能够证得宗法、同品片跟异品片呢，然后其中一者的这一种呢，就属于是刚刚所讲的属于因值的分别，就是能够证得3者之一的这种是属于因值的这个分别。那现在所讲的呢，就是透由比度呢所生的这种视现前呢，就是提到说生是无常，生因有法是无常，以是所作性故呢，然后透由这个正因论事，然后证得生无常的这个比度呢，就是提到说有比度所生的视现前。那接下来呢，讲到第5个呢，那第5个呢就提到说意念过去的分别。那意念的过去的分别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回忆说，我昨天呢做了什么事情，我昨天做了什么事情，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这些呢都是属于就是第5个呢，就是意念过去的分别。
那第六个呢，希求未来的分别呢，就比如说我计划呢，我明天呢要做什么事情，或者说我后天呢要做什么事情，那或者是说呢，我在计划就是说我希求呢，就是未来呢我要证得一切遍智，或是未来呢我要证得阿罗汉果位，或者说未来呢我要行什么样的善行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属于希求未来的分别。那最后一个呢，就提到说代义的视现前。那这个最后一个代义的视现前呢，它是属于无分别的视现前。就比如说一些眼睛呢有疾病的人呢，或者说有眼翳病的人呢，他会觉得说好像看到有头发还是什么东西一直掉下来。虽然说你的头发没有掉下来，但是你会一直看到你的头发掉下来的这一种现前呢，这种视现前就是这边所讲的无分别的视现前。那刚刚呢，一开始我们就有提到说呢，就是这边呢讲到说，就是在分类的时候，视现前的分类呢，提到说略视呢有4种，那广说有7种，所以我们知道呢，这广说的7种呢，它是可以收摄到略视的这4种里面去的，不然的话呢，视现前它就会变成说略视的4种加广说7种呢，就会变成11种，所以呢，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要把广说的7种呢，然后收摄到略视的这4种里面。那略视的4种呢，第一个呢，我们提到说是依身，或者说依着形象，或者说依符号的这种分别。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是争议他义的分别。那第三个呢是具隐蔽的分别，以及说第4个呢是无分别的视现前。那我们在收摄的时候呢，将前面所讲的广说的7种视现前收摄的时候呢，那最后一个呢无分别的视现前呢，就收摄到就是同样就是无分别的视现前里面，就是广说的第7个呢，收摄到略视的第4个里面，就是都是属于无分别的视现前。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说呢，第一个呢，就是在广说里面，第一个呢，错乱的分别呢，就是错乱的这个视现前呢，我们是收摄到就是略视的第2个，就是争议他义的分别里面去。所以我们提到说，错乱的分别和争议他义的分别这2者呢是同义的，所以呢，把第一个呢，我们讲到说就是错乱世俗之的第一个错乱的这个视现前呢，收摄到略视里面的第2个争议他义的分别里面去。那第2个呢，错乱世俗之的那个世俗呢，就是世俗的分别呢，就是在这边我们所讲的第一个依着依身或是依符号或者依形象的这个分别呢，那是把世俗的分别呢，然后收摄到第1个里面去。那其他呢，后面所讲的4种呢，就是比喻、比度身、意念及希求这4种呢，那全部呢都是收摄到第3个，就是具隐蔽义的分别里面。再讲一次哦，就是这7种里面呢，最后一个就是无分别的视现前呢，就是收摄到第4个无分别的视现前。那错乱的分别呢，就收摄到第2个争议他义的分别。那世俗的视现前呢，就收摄到第1个依身或是依符号、依形象的这个分别。那其余的4种呢，就是讲到说比喻、比度身、意念及希求的分别呢，全部都收摄到具隐蔽义的分别里面。那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讲到了最后呢，就是它全部呢都可以收摄到就是摄意。那我们在讲说摄意的时候呢，提到说摄意呢是具备了2种。那摄意的这2种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分别的视现前，还有属于分别的视现前，还有属于无分别的视现前，这2者就是凡是分别心呢，都是属于分别的视现前。那无分别的视现前呢，就归类到这边的无分别的视现前，所以就提到说呢，摄意呢又分为这2种。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呢要讲到视现前呢？因为我们前面呢讲的都是现前，那所以现前呢它的异品，就是它相反过来的这些异品呢，就是属于视现前。所以我们在了解了视现前之后呢，我们就更能够清楚的了解到说，那所谓的现前呢，就是和视现前完全颠倒过来的现前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了知。那所以呢，我们最后面提到说摄意有2，那摄意呢就想要说是属于分别的视现前，还有说属于无分别的视现前。那为什么要讲到说就是视现前呢？因为我们在讲述现前的时候呢，
在所有的现前呢，都一定会提到说它是以离分别且无错乱。所以呢，我们在了知到说以离分别之后呢，所以凡是讲到说关于分别的呢，就是属于以离分别的这种义品呢，就是属于分别的。那这些分别呢，全部都是属于分别的是现前。那接下来呢，讲到说无错乱，就是现前会提到无错乱，所以无错乱呢，它的义品呢就是错乱。所以呢，在讲述错乱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非分别的是现前。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看到说，就是我们已经知道说呢，就是广说的这7种呢，最主要是出自于极量论。那极量论里面呢，所讲述的这7种的是现前呢，就提到说，一集有6种的分别是现前，以及最后一个呢，无分别的是现前。所以代义是现前的这个代义呢，所讲的呢，它所表示呢，就是无分别的是现前。那前面呢，从错乱世俗之一直到意念及希求呢，这6者呢，都是属于分别的是现前。然后呢，在释量论的时候呢，而释量论呢，将前述7种是现前呢归纳为4种而阐释。那在释量论里面呢，它的根本颂里面呢，就提到说呢，就是有4种的不同的是现前。那4种是现前里面呢，有3种呢是属于分别的是现前。那还有一个呢是属于无分别的是现前。那这个呢是在释量论里面他所提到的4种是现前。那这4种是现前呢，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述到的依身呢，或是依着符号、依着形象的这种分别。那第2个呢是争议他义的分别。那第3个是具隐蔽义的分别。还有最后一个呢是属于无分别的是现前。那同样呢，这前面3者呢是属于分别的是现前。那最后一个呢是属于无分别的是现前。那最后呢，又提到说，若欲详细了解此等阐释，应当研读冉对心类学，或者是呢，释量论善显密意书。那这边所讲到的善显密意书呢，是提到说福生大师呢他所做的一个释量论的解释。然后呢，这本论著呢叫做释量论的善显密意书，就是说想要更清楚了解的话呢，那可以去参照这2本。那以上呢，我们就结束了，就是7种心类里面呢，那第1个呢就是现前的部分呢，我们已经讲述完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述第2个呢，就是属于比度。那这边呢，我们就先看到第60页的中间呢，这边讲到说比度，那提到呢，依于自之所依的正因之后呢，对于自之所量的隐蔽法呢，不欺狂的单着之，那这个呢是属于比度的现象。那我们在了解就是第1个现前跟现在所讲述的比度的时候呢，那这2者呢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与现前来说呢，现前就比较像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可以直接感知到的这种呢，是属于现前的范围。那比度呢，它就是要透有一个原因，或是透有某种理路，或是某一些理由呢，然后我们才能够了知的这种呢，那就是属于在比度的范围里面。那就比如说我们一般讲到说，像是我看到、我听到这种很直接的，你不需要透过任何的理由，就是你看到什么东西、听到什么东西呢？那这些呢，就是属于现前的范围。那比度呢，就是如果我们不安利比度这个词的话呢，就是譬如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什么理由，所以呢怎样。那这种呢，就是属于在比度的范畴里面。所以呢，比度呢，它是属于要透有一个理由，透有一个原因呢，然后我们才能够了解的呢，这种是属于比度的范畴。那不需要透有这种理由、原因等等，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就是我直接看到、我直接听到的这种呢，那就是属于在现前的范围里面。那我们举一个比较容易了解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你今天约了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来的时候呢，他身上穿着衣服、鞋子，或者说他戴着帽子。那他穿的衣服、他的鞋子、帽子呢，我们可以有眼知呢直接领纳到，或者说有眼知呢直接领受、领纳或是感受的这一种呢，就是因为你一看就知道说他有穿衣服，他有戴帽子，他有穿鞋子。因为他如果没有穿鞋子的话呢，就是光着脚。所以这些我们看到衣服、鞋子、帽子这种眼知呢，就是直接可以被眼知所领纳的这种呢，就是属于现前的范围。但是呢，虽然说我们看到了他的衣服、他的鞋子，或者说他的帽子之后呢，我们并没有办法透由这样直接看呢，就知道说
他穿的这个鞋子呢是哪一家工厂所造的，或是什么牌子的。那你可能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去思维到说，去想说，因为呢，它这个鞋子上面呢有一个勾勾，所以呢，它这双鞋子呢应该是某一家厂商的。你这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原因，因为你透由这个眼睛看到这个勾勾之后呢，然后产生了一个理由，然后去思维这个理由说，因为它这个鞋子具备什么样的符号，所以应该呢是这一家工厂呢所产生的，或者说它这个帽子上面呢有一个像是 H 还是什么样的符号的时候呢，你就透由这个符号呢，然后去透由这个理由呢，然后去证成到说它的帽子呢应该是这一间公司呢所产生的。那这种呢就是透由理由所能够成立的这种呢就是比度，它并不像说我们眼睛直接看到帽子鞋子这种呢，那这是很直接直接领受到的这种呢，那就是属于现前的范围。那要透由原因，就是说，它这个因为具备什么样的符号，所以应该是这家公司呢所做的鞋子的时候呢，或者说这家公司的厂牌的时候呢，就是透由一个原因、一个理由呢去思维的时候，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比度的范围。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比度的现象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依于自之所依正因之后，对于自之所量隐蔽法不欺诳的单着之是比度的性象。那我们呢就可以把这边呢就是拆为3段来看。那第一个呢，我们就看到说呢，就是单着之，就是最后面呢于自之所量隐蔽法不欺诳的单着之。那单着之呢，他所讲的呢，就是提到说比度的体性。比度的体性呢是属于单着之。那什么叫做单着之呢？单着之就是它一定呢要透由显现异共相的方式来证得的这种呢叫做单着之。所以我们看到单着之的时候呢，就知道说它一定是属于分别。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呢，比度的体性呢一定要是属于是分别的体性。所以第一个呢提到说单着之就是属于体性的部分。那第二个呢提到说自之所量隐蔽法不欺诳。对于自之所量隐蔽法不欺诳呢，这个是提到说比度的作用。那它的比度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说，我们先看不欺诳。不欺诳的意思呢，就表示说它是能够证得的意思，它并没有无法证得，而是它能够证得。能够证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不欺诳。那对于说自之所量隐蔽法呢，自之所量隐蔽法所讲的呢，就是对于我们凡夫来说呢，比较困难的这一些比较难以证得的这些隐蔽法呢，它是可以了知，它是可以证得的。所以呢，比度的作用呢，就提到说，它对于自之所量的隐蔽法呢，它是不欺诳的，它是能够证得的。那这是属于作用的部分。那接着提到说呢，那他对于说自之所量隐蔽法不欺诳，他能够证得的方式是透过什么方式呢？所以最前面呢，依于自之所依正因呢，那这个呢是提到说呢，就是他作用的因，就是他对于自己能够对于自之所量隐蔽法不欺诳是透由什么产生的呢？是透由自之所依的正因。所以自之所依的正因呢，是属于这个比度呢，这个它的作用的这个因，就是它要如何产生这个能够证得自之所量的隐蔽法呢？它最主要呢，为什么能够证得呢？是因为它依自之所依的正因之后呢，它才能够具备这样子的作用。所以呢，第一个依自之所依正因呢，是属于作用的因，就是比度呢，它这个作用的因。那第二个呢，对于自之所量的隐蔽法不欺诳呢，它是属于比度呢它的作用。那第三个呢，提到单着之呢，那单着之呢就提到说它的体性，也就是比度体性呢一定要是能够显现异共相的这一种，也就是提到说呢，它一定要是分别的体性。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讲到说呢，于自之所依的正因呢，它是属于比度这个作用的因。那比度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自之所量隐蔽法能够不欺诳，就是能够证得呢，这个是属于比度它的作用。那它的体性呢，就是属于单着之，所以将这三者合起来之后呢，它就是属于比度的性相。那我们这边就讲到说呢，依自之所依。那所依呢，就是你比度呢，它是要依靠什么呢才能够产生的呢？就像一般我们讲到说，桌子还有像是桌子之上的瓶子，那瓶子呢，它就是属于能依，那桌子呢，它就是属于所依。所以同样呢，比度呢，它是要依靠什么呢才能够升起的呢？它要依靠呢，就是正因。那这边所讲到的正因呢，就是提到说，
比度呢，它能够要升起呢，是一定要依靠的正因，就是一定要依靠一个正确的原因。如果说它是依靠着是正因，就是不正确的这种理由的话呢，或是不正确的这种原因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升起比度的。所以要升起比度的第一个条件呢，一定要是依靠的于自之所依的正因，就是正确的原因。那关于说正因来说的话呢，就是后面呢会提到说有像是刚刚所讲到的三项啊等等，就是很多东西。那这个呢，我们在这边就暂时不做讨论。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提到说，比度呢它要升起呢，一定要依靠着它自己所依靠的这个正因之后呢，那它才能够产生。那所以讲到呢，依于自之所依的正因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依于自之所知正，就是它透一个理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呢，比度呢它是属于诗所成会，它是我们在讲到文思修里面呢，它是属于诗会的部分，因为呢它要依靠一个正确的原因才能够产生。那所以呢这边讲到说，对于依着自己所依的正因之后呢，那对于自之所量。那我们怎么来说自之所量？什么叫做自之所量呢？就是自己所能够证得的，就是依的自己对于自己的所证。我们讲的所量，就是说自己的所证，自己所能够证得的这个东西。那自己所能够证得的是什么呢？这边所讲的所量或者所证呢，就提到说他自己所能够证得的，就是隐蔽法。那隐蔽法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并没有办法透由现前呢，然后去了知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一个例子说，这个人呢，他有穿衣服、戴帽子、穿鞋子呢，那这个呢不属于隐蔽法，因为呢，它透由你的眼知，现前是可以直接了知的。你并不需要说在你看到这个人戴帽子之后呢，你很自然而然就知道他有戴帽子，你不用再给自己一个理由说，哦，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以他头上戴着帽子，这个不需要，因为你眼睛直接看到的缘故，你现前能够直接了知他已经戴着帽子的这个缘故呢，所以它并不属于隐蔽分。那所谓的隐蔽分呢，就是不同于我们现前能够直接了知的，它是要透有一个理由，我们才能够证得的这种，就是它对于现前来说是没有办法直接了知的这一种呢，就是属于隐蔽分。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可以直接呢证得，直接了知到说这个人有戴帽子，但是他戴的帽子呢到底是什么牌子的呢？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就要透有其他的方式哦，因为它具备什么样的标志、什么样的标商，或者说他这个帽子呢是谁送他的，然后依于什么理由呢？然后你去成立说哦，这个帽子应该是谁送的，要依于理由，然后去成立才能够了解的这种呢，就是这边所讲的隐蔽分。所以他对于自己的所量或者说自己的所证呢，是非由现前所能了知，但是呢，是透由一个原因之后呢，你能够了解的这种呢，叫做隐蔽法。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呢，所知呢分为两种。那第一个呢，就是由现前呢所能够了解的，现前所能够了知的呢是一种。那第二个呢，就是非由现前所能够了知的。那对于非由现前所能够了知的呢，就是属于隐蔽法。所以呢，比度呢，它能够了知现前所无法，对凡夫而言，对于现前呢所无法了解的这种隐蔽法呢，对于比度来说呢，它是可以了知的。那接下来呢，看到说于自之所量隐蔽分不欺狂。那这边所谓的不欺狂呢，就是提到说呢，它是透由就是分析观察之后呢，然后能够兼顾的认知的这一种呢，叫做不欺狂。因为一般呢，我们在讲到说，就是透由分析或是透由观察呢，去了解的这一种呢，其实是不仅仅是比度。像是视察意呢也是可以，但是视察意呢，它能够去观察，它也能够去分析，但是它没有办法升起一个坚固的定解或是坚固的了解，所以呢，它并不属于不欺狂的部分。所以讲到不欺狂呢，它是透由就是观察还有分析之后，能够兼顾了解的这种呢，我们叫做不欺狂。那最后面呢，提到说单着知，那单着知呢，其实在藏文呢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但是在中文就是解释起来就会比较没那么直接，因为在藏文里面单着知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我看到瓶子的时候呢，就升起一个哦，这个是瓶子或这个是什么的这种想法或是念头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单着知，就是你很明确的了解说，哦，这个就是瓶子，这个就是小明，这个就是书，就是这种呢，就是所谓的单着知，就是他对于
一个东西的认知呢是很直接的，然后就可以升级说，哦，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瓶子，这个就是柱子，这种呢就是所谓的单着知。那对于单着知来说呢，像是现前呢，或是限量来说，它是没有办法升起单着知的，因为它就仅仅是透由眼知看到之后之外，现前它没有办法升起一个哦，这个是瓶子，哦，这个是柱子的这种想法呢，对于现前来说是没有办法产生的，所以才会提到说单着知它一定是属于分别的部分。那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再看到说，依于知之所依正因之后，对于知之所量隐蔽法不欺狂的单着知呢，是比度的性相。那在第一句呢，就是第一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依于知之所依正因之后呢，那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呢就是断除了现前呢，它是比度的这一点，因为呢，我们刚讲到现前呢，它是直接能够通达、直接能够了解的，它并不需要透由一个所谓的原因或是理由来证得，所以依于知之所依的正因这一点呢，它是不是直接去除掉了呢？现前呢，它是属于比度的这一点。那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知之所量隐蔽法不欺狂呢，这个呢是去除掉了视察义呢，是属于比度的特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呢，就是对于视察义来说呢，它对于知之所量呢也是隐蔽分，这一点呢也是没有错的。它对于知之所量也是隐蔽分，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升起一个不欺狂。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视察义呢，它只能够升起透由抉择跟观察之后呢，它只能够升起一个哦，大概是这个样子之外，它没有办法很坚固、很确定的呢去理解或者说呢证得这一法，所以它并不属于不欺狂。那这是属于说对于知之所量隐蔽法不欺狂呢，它可以去除掉视察义是比度的这一点。那同样呢，对于知之所量隐蔽法不欺狂呢，也可以去除掉根知呢是属于比度的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根知来说呢，它根本就没有知之所量的隐蔽法。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根知呢它是属于现前，所以它不可能会有所谓的知之所量是隐蔽法的这种东西，它一定是很直接的领纳、很直接的领受之外，它不可能会有一个它的所量或它的所证是隐蔽法的存在。所以呢，对于知之所量隐蔽法不欺狂呢，它可以同时去除掉就是视察义，还有根知呢是属于比度的这一点，或者是说呢，我们把这一句话呢直接拆开来看的话呢，对于知之所量隐蔽法这一部分呢，可以去除掉根知呢是属于比度，那后面的这个不欺狂的这一点呢，可以去除掉视察义呢是属于比度的这一点。那最后面呢，就看到单着知。那单着知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呢，就是它会现起一个哦，这个是瓶子，哦，这个是柱子这一种就是透由异共相呢所产生的这个。那所以只要看到有单着知呢，就可以完全去除掉，就是属于无分别的这一部分的了知呢，是可以全部去除掉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呢，只要是无分别的了知呢，它是不需要透过异共相的，它不管你说你的异共相呢是否是显现错乱还是不错乱呢，那对于无分别的这些了知来说的话呢，它根本就没有差别，因为他在了解一法的时候呢，是完全不需要掺杂着异共相，所以他也不用去管你说什么异共相显现的异共相是否有错乱还是没错乱这一点，他是完全不用去考虑的。所以我们只要看到单着知这三个字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去除掉了，就是无分别呢是属于比度的范围。所以在我们看性相的时候呢，比度的性相呢，依于知之所依正因呢，透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除掉呢，就是现前呢是属于比量。那对于知之所量隐蔽法这一点呢，就可以去除掉根知呢，它是属于比量。那不欺狂的这一点呢，就可以去除掉呢视察义呢、视察知呢，它是属于比度。那最后呢，单着知呢，就是把所有的属于无分别的了知呢，全部都去除掉。那在我们学习经论的时候呢，往往在看到性相的时候，他会用很多就是排除掉的这种方法，就是透由这个排除掉，就是透由它的每一个性相的每一段，然后排除掉不属于这个东西的，把它给排除掉。那这种方式就是为我们更清楚的了解到说，属于比度呢，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当它具备这样的特性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就是把
不属于比度的这些东西呢，它就一个一个的给排除掉。那透由这一点呢，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了知到说比度的性向为什么要这样子安立。那在了解这一点之后，在了解比度的性向之后呢，那我们同样的呢，就可以很清楚的了知到说，那哪一些呢是一定呢不会是属于比度的，因为它在性向的这些段落里面呢，就把它一个一个给排除掉了。